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，平安。很开心大家又在一起敬拜我们的神耶稣基督，哈利路亚。最近大家有没有平安呢？有没有喜乐呢？还是感到忧伤呢？还是觉得软弱？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，人们常常不自觉的一个人自己走在困乏、软弱的人生路上，而不自觉，而感到无奈忧伤。但是我们不一样，因为有主与我们同行。阿们。现在请大家站起身来，向身旁的弟兄姐妹们说：有主同行，不会孤寂；有主同行，不会孤寂；有主同行，不再绝望；有主同行，不再绝望；有主同行，就得刚强；有主同行，就得刚强；有主同行，恩典满溢；有主同行，恩典满溢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现在让我们献上这首诗歌，因你与我同行。因你与我同行，我就不会孤寂，欢笑是你同行，忧伤是你共情，因你是我力量，我就不会绝望，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，我就得刚强，经风暴过黑夜，渡阡陌越洋海，有你手牵引我就勇往向前。愿我所行路径，愿我所历际遇，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经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你与我同在。因你与我同行，我就不会孤寂，欢笑是你同行，忧伤是你共情，因你是我力量，我就不会绝望，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，我就得刚强，经风暴过黑夜，渡阡陌越洋海，有你手牵引我就勇往向前。愿我所行路径，愿我所历际遇，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。经风暴过黑夜，渡阡陌越洋海，有你手牵引我就勇往向前。愿我所行路径，愿我所历际遇，
处处留下有主同在的恩典痕迹。阿们。主啊，感谢你的同行，你的恩典。哈利路亚。主，你是道路，你是真理，你是生命。主，你是怜悯，你是医治，你是慈爱。主，你是盐，是灯，你是光。我愿用一生来追求，无人能像你。无人能像你，唯有你能摸着我灵深处。我虽用尽一生来追求，哦主，无人能像你，无人能像你，唯有你能摸着我灵深处。我虽用尽一生来追求，哦主，无人能像你。你的怜悯如江河涌流，你的手充满医治，受苦者在你怀里的安息。无人能像你，无人能像你，唯有你能摸着我灵深处。我虽用尽一生来追求，哦主，无人能像你。你的怜悯如江河涌流，你的手充满医治，受苦者在你怀里的安息。无人能像你，无人能像你，唯有你能摸着我灵深处。我虽用尽一生来追求，哦主，无人能像你。我虽用尽一生来追求，哦主，无人能像你。阿们。主耶稣基督，我的神，你生命洗净了我们的罪，还有什么恩典比这更大呢？无论我们看似好的事或不好的事，都在你的权柄之下，都有你的恩典，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。愿我的一生都在你的手中。阿们。在主面前，在主面前，细细数算神的恩典，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，我等候
愿能摸着你的心意，未来的路，愿走在你旨意中，献上我最爱，在祭坛前不带走，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。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惊涛骇浪，主与我同在。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勇敢前往，向标杆直奔。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甘心顺服，得最终奖赏。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。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，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。我等候，愿能摸着你的心意，未来的路，愿走在你旨意中，献上我最爱，在祭坛前不带走，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。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惊涛骇浪，主与我同在。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勇敢前往，向标杆直奔。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甘心顺服，得最终奖赏。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。在我们的一生里面，无论看似好的事或不好的事，都在你的权柄之下，都有你的恩典，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。愿我的一生都在你的手中，献上我最爱，在祭坛前不带走，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。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大海浪，主与我同在。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勇敢前往，向标杆直奔。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甘心顺服，得最终奖赏。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。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惊涛骇浪，主与我同在。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勇敢前往，向标杆直奔。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甘心顺服，得最终奖赏。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。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。